連續呢3日我都見到好多神徒啦。無論係 Kingdom 澳門站嘅第一場啦，去到第二場啦，跟住去到 Encore 啦，甚至去到臨尾出咗去場館同大家再 say 拜拜啦，到今日嘅 Fans Club 嘅生日會啦。呢3日係好似我嘅生命係100% 充斥住神徒啦。亦都係完全冇咗工作呢回事啊！呢3日好似係過咗一個同神徒一齊過嘅 vacation 咁樣咯。我可以拋開晒我其他嘅唔同嘅工作啦，唔同嘅煩惱啦，嚟緊下半年嘅 planning 嘅所有嘅計劃啊，我嘅自己嘅籌備啊，所有嘢我都可以暫時擺埋一邊先啦。就呢3日都係純粹係想同神徒去 have fun 啦，去 party 啦，同大家見面啦，好想大家開心啦，亦都想望到每一位神徒你哋向住我笑啦，無論係好 high 嘅大笑啦，好興奮啦，定係純粹係一個會心微笑、好害羞嘅一個小小嘅眼神啦，都收到大家俾我嘅祝福同埋愛咯，好清楚 feel 到大家依然喺2026年都仲係咁支持我，同埋仲肯留低陪住我，咁所以係咯，呢3日係一個幸福感滿滿嘅3日。頭先見到嗰個女王女后嘅會唔會都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同咁多位女王一齊 band 都真係做一個 fans 頭先喺 Fan Club 生日會嘅時候呢，就突然間有一個驚喜嘅神徒大合跳嘅舞王舞后嘅一個驚喜片段啦，見到大家跳咗一所懸命啦、Mega Hit 啦、Hey OK 啦，好開心見到大家跳舞啦。相信裡面有好識得跳舞嘅神徒，亦都有完全唔識得跳舞嘅神徒，但係大家都好肯願意嘗試為咗我而拍呢一條片啦。知道 Fan Club 係早半年前已經係有籌備啦，要 Fan Club 嘅籌備，再加上所有嘅神徒願意配合啦，去俾呢個 surprise 俾我啦，其實係一個好感動嘅感覺啦，更加係好似我帶動到大家可以一齊去運動啊，一齊去跳舞，作出一個新嘅嘗試啦。其實我自己係由我諗幾年前我有同花姐講過話啊，好想同大家一齊做一個萬人跳嘅紀錄啊，即係嗰時應該係好似係出緊 Money 啊。我哋好想做一個喺香港做一個快閃嘅萬人跳嘅 dance challenge 啦。咁但係嗰陣時因為工作檔期問題，咁最後尾就擱置咗啦。咁但係真係都好想有一日係可以同到大家一齊跳舞咁樣，因為我都聽到有好多神徒都話啊，好掛住出道之前，我係跳舞老師嘅身份，我想上我跳舞堂，或者起碼同我一齊跳舞都要好開心。我都好想係咯，可以同大家一齊去做下啲 dance challenge，我覺得係會係咯，大家一齊好開心咯。今年係大1歲啦，已經31歲啦。咁好希望自己玩遊戲係繼續咁叻啦。其實我自己覺得咧，我自己玩遊戲係叻嘅，但只不過係我成日都好似唔係好清楚啲遊戲規則咁。即係我覺得如果我覺得嗰個遊戲規則同我腦海裡面係一樣咧，其實我係玩得好叻嘅。但只不過係好多時我都了解唔到個遊戲規則，所以好似係我同大家玩緊一個唔同嘅 game 咁，但係其實喺我內心裏面嗰個遊戲呢，我係玩得好叻嘅，係啦，所以希望嚟緊呢一年我繼續可以繼續玩好啲遊戲啦。最後一個問題啦，即係呢幾應該大約7月開始會收到好多嘅祝福啦，即係你有講過話其實自己生日都係神父嘅生日，即係每一年都有個 birthday message 俾翻。踏入接近7月，其實由6月中開始已經收到好多嘅神徒嘅生日祝福啦。好多神徒都已經係預祝話生日快樂啊！大家早半個月前已經開始同我講話點樣去籌備啊，或者大家係
幾咁期待呢個7月份嘅一個我哋嘅生日月份啊，係屬於我哋嘅月份啊。我由出道開始都已經成日講話，我嘅生日都要大家生日啦，因為好似係每一年我嘅生日都係同大家一齊過咁樣，好似係變相咗大家重視我嘅生日，就好似重視你哋自己每一位嘅生日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好似係我嘅生日同大家生日係一樣咁。咁所以每一年我都會同大家講啊，祝我哋大家都生日快樂啦！好多謝大家每一年都仲係咁重視我嘅生日啦！我成日覺得我嘅生日係可以帶到俾大家一個好開心啦、嘉年華啦、party 嘅感覺之餘呢，我自己覺得係7月係一個係最凝聚到所有神徒嘅一個月份啦，可以令到大家集結一齊，可以去慶祝啦，為我應援啦，大家一齊無論出邊發生咩事都好，大家面對緊日常生活嘅任何事情，好與壞都好 ，negative 或者一啲好多嘅煩惱都好，但係大家都會有同樣嘅目標啦，就係好想為我而慶祝啦，係大家一齊好開心咁樣，好想我開心啦。好多謝你哋仲咁支持我啦，好多謝你哋仲喺嚟到我出道嘅第8年都仲係咁去好大規模咁樣去為我慶生啦，各式各樣嘅唔同嘅付出嘅點滴啊，你哋嘅行動啊，我自己覺得都係好重要，亦都好窩心啦。知道每一個人都有唔同嘅付出啦，同埋支持我嘅唔同嘅方式啦。每一個方式我自己都覺得係十分之可愛啦，亦都係十分之感激你哋啦。希望大家有一個開心、愉快同埋有愛嘅7月份啊 ！Happy birthday！接整個嘅活動過程啊，所以咧大家咧就之後都喺 band club 嘅時候。